明早上早起10點到10點半，南部地區舉行城鎮輪性防空演習，這個車路就要規個清空，人員就要就近來避難。不過，在咧高雄有一個80歲歐吉桑，伊騎奧多擺經過管制點，煞唔配合，警員甲控時控聽落尾，這個歐吉桑是互帶轉去派出所。這個歐吉桑在咧演習期間，硬要闖過管制點，是已經違反民防法，相當會當罰15萬。袂使，這會罰錢。你要罰錢嗎？初七早起，姓吳老先生騎機車來到高雄前鎮區水龍路甲武慶1路，警員勸老先生配合演習，對方煞無要聽。剩10分鐘啦，你無看大家攏擋你遮。邊仔也有真濟騎機車的民眾停靠佇路邊等待演習結束。老先生說一直要將車騎走，從強制帶回派出所。原來迄當時南部地區城鎮輪性防空演習專區重要幹道，佇初七10點警報聲響起了後，道路全面淨空，人就近避難。老先生方勸導也是拒絕配合，這已經觸犯民防法。員警多次勸導其停車避難，並告知相關規定，惟該民眾仍拒絕配合，並騎車闖越管制路段。經查，該民眾行為疑涉違反民防法第25條相關規定，最高可處新台幣15萬元以下罰鍰。市府表示，民眾演習期間違規行為，會由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採取。這個違規案件也在處理，查明詳細狀況，才有明確的採取金額。2026城鎮輪性防空演習8月7日到13，也會在中部以北、甲離島華東等地區舉行，提醒民眾注意配合，以免受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